灣區之眼第一日開幕，講到好勁咁，所以特登去參觀。去之前先食個午餐，去咗平安金融中心嘅滿龍3房，因為冇訂位，只可以坐門口嘅走廊。呢一間店係食江浙菜、蟹粉大湯包同埋膏蟹年糕必食。呢間店嘅出品唔錯，可以再嚟一次。跟住我哋搭深圳地鐵5號線喺寶華站 A 出口出，一出站就係灣區之眼。灣區之眼嘅賣點就係呢一個亞洲最大嘅書城，好多人專登嚟睇書城嘅裝修，先上最頂嘅一層行一個圈。呢個位就係剛才橙色箭嘴指住嘅位置，好快就行完返落嚟啦。呢個位置係書局1樓望出外面嘅風景。而家我哋出外面睇下，只係得一半鋪頭開咗，都係連鎖店，冇乜特別。仲有好多地方建設中，建議等多3個月先嚟參觀。晚餐去咗卓越中心嘅桂魚溪，又係食江浙菜。第2次嚟呢間店，應該係最後一次啦。今晚最好食嘅係臭豆腐，夠晒臭，外脆內軟。其次係黑胡椒糯米炒小青龍，個糯米飯好好食。最差嘅係鮮貝甜豆獅子頭，個獅子頭完全冇味。晚餐甜品去咗龍湖食葱油拌麵冰淇淋，係牛奶雪糕加葱油，下面係碎嘅即食麵同埋米餅，味道鹹鹹甜甜，口感又滑又脆，我覺得幾好食。